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起來，雅明谷劉浩明。今日福起來，小姐伊哋過貼配啲我哋客家嘅後生人，伊唔單止算是伊哋音樂嘅創作家，同時亦係把音樂當作伊哋批判，把我哋客家文化變成一個基本嘅伊哋音樂嘅創作人。伊係來自我哋美濃嘅後生嘅，我哋林玉良。來到我現場，我同你分享講，伊也俾生長過長地步，音樂都係一樣嘅角色。同時，伊做乜嘅幫我哋客家文化表現也作品地步，我哋馬上歡迎玉良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林玉良。玉良其實我更加年輕人啦，大部分都接觸到我哋嘅外國嘅文化，比如講韓 K-pop 啦、我哋做起 J-pop 啦，然後 K-pop 啦。但是唔知個算是幾少看到係把音樂變成幾幾重要一啲生命嘅元素，同時要把客家文化表現起。聽我哋節目一開始，你係咪同我哋講係有體育小姐一下子好？從細時節6年生開始彈吉他，同我嘅好朋友，伊嘛有送過，又來訪問過伊啊，尊明嘅，陳尊明安尼，係啊，我聽伊就係介紹嘅好朋友，我就6年生嘅時間，我拿攏吉他去學教風，係啊，就同伊咪，我就見彈，阿姨看到嘛佢有興趣，就叫佢向下同我去學，係啊，就從幾個時節開始彈吉他。然後高中的時節就後來就冇請欣賞，到高中哪有，高中就跟彈吉他。高中的時節就參加那個樂音社，就同準備向下去攞杯試去放表演安尼，做一個樂團啦。係啊，到太好的時間我就看到，因為我嗰種人同我講過。喺高中嘅時節就會想講未來做乜嘅事情，我都卡喺種菜嘅，我對種菜冇乜嘅興趣啊，係啊，我就過後彈吉他嘅，係從細嘅時節就安尼，係啊，我媽唔知我高中畢業以後做乜嘅，我就看到我嘅學長，他就讀了一個比較新的科系係流行音樂產業學系。對，我就第一排堂都有個課啊，我就幾有興趣，我就考試的時間就會考，就是填志願的時間。對，某雄團它好像是跨考的樣子，對，各種安尼，我就就是因為我冇讀過幾種東西啊，我就搶會彈吉他，我就。考試就背一下，我就英語，對啊，就英語太好安尼，對，就一路都壓下，你這個經驗多少啊？經驗24歲。24歲，告訴你這個蠻細是幼稚園，那個小學的時間應該有我哋鄉土教育了嘛，哈。有啊有。尤其實對美濃嘅一個地方來講嘅話，其實美濃當初嘅算是客語嘅教育啦，文化來講，其實係學校其實教得幾好。唔係記得幾時嘅客家文化對你來講係乜啊？因為我讀書都讀喺美濃福建啊，對福建，我同阿公阿媽嘛喺度講客，對我來講，客化嗰種一個自家嘅東西，對，佢自然嘅事情，係啊。其實我哋睇小學推廣我哋嘅客語嘅一種我哋鄉土教育來講嘅話，對你24歲生人來講。係影響係伊個感受，但是因為你本來都講合法嘛，但是其實學校教嘅第二個我要把伊個時間要重複個我哋阿公阿媽同我哋教嘅法同樣。第二個問題係，做乜嘅6年生嘅時間會想要學吉他？因為我爸就是表姐啦，係啊，伊就從外國回來，伊就把那個吉他，伊嗰種嘅還記得啦，伊嗰種嘅街頭藝人，伊就拿過來，我就第一擺看到，我就佢有興趣，我就跟姐姐講，做個幫我彈一下嘛，嘛嗰種唔曉得，我就見飛彈啲係啊，我就佢有興趣啊，然後就同我爸爸媽媽講，我嗰種學一個吉他，一個樂器，係啊，就見情欣賞，美濃冇一個資源嘅，係啊，我就去一個鋼琴教室的欣賞，我就同伊講，欣賞做咧講係琴吉他欣賞嘛，做得同琴吉他欣賞係嚇，喺你以前唔到冇？哎呦，以前係鬼叫，阿媽講快些啊，就是喺以前吉他欣賞，我就。
後來我就請以後鋼琴。可是還是有變面子的。係啊，有，係啊。透過鋼琴學到嘅樂理，好樂理，然後其實個完整。不是等於講你有方面如果因為想愛學吉他，但是你要嘛假學嘅鋼琴，對吧？好，等於講人家係唔管係真輔修、真修吉他、輔修鋼琴嚟講，我至少一部分嚟講，其實對人家訓練嘛幾好啦。係啊。咁第三個都講。同爸爸媽媽講，你學吉他時候，就本來想講爸爸應該我拿你落來吧，講先學下咧。我嗌盧卡應該實驗啊，就伊講，伊唔可以講嗌可以做乜嘅，係啊，伊感覺嗌爸爸媽媽比較現代一點，係啊，伊就看嗌想做乜嘅事情就支持嗌安尼去做。但是啊，吼，唔講伊現在一開放，爸爸媽媽可能辦事可能。學音樂學教是唔怕哦，但是你先考那時間又選一啲流行音樂系，真是爸爸媽媽冇反對哈？還真是冇呢，真是冇，伊就佢不用心愛嘛唔啲，你用會按你啊，係啊，你就佢不用心愛去做任何事情，對，啊，愛上應該係按你啦，就是某條路的時間歸去種菜，你這種唔爸爸講。你種茶點樣？我頓溜頓咯，係啊。其實喺咪吼，唔知家己巧嘅也好，嘛過來種茶。但對你嚟講，伊對六年生吉他嘛，吼，嘛認識嚟專門嘛，吼，然後有啲等於講有啲強側嘅人，強下學音樂。對你嚟講，音樂係點樣嘅一種角色啊？都有下藝感覺有嘅係音樂對藝來講係個陪伴啊嚟。係啊，我總唔得冇音樂嘅東西，如果我冇音樂，我就乜嘅攏冇嘅，差唔多係咁樣。做乜嚟講？因為其實而家個音樂，我聽音樂也是一種音樂啊。可是對你嚟講，其實唔係創作嘅幾多音樂。嗰種有一種批判都係講，而係睇人生幾大時間一種出口，還是講其實都真係都我哋講，一般人嚟講，音樂係消遣娛樂啊，但對你嚟講係用咯。歌唱係就是一個出口案呢，抒發情緒的一個管道啊，對我來說比較像這樣。唔會幫人家心情寫啲音樂點辦？啊唔講我自家歌唔會寫詞，Q 嘅地方或編 Q 嘅東西，演奏曲這類，我比較不擅長。對，比較擅長。咁編曲嘅部分喺哪啲地方學嘅呢？編曲太好時節，因為有幾多欣賞，還有幾多興趣相同嘅朋友，每個人想嘅東西都冇相同，我就會去每個人都問一下，一個曲嘅一邊做得用嚟去寫，或者是我編曲嘅時間，我想嘅係我會用嚟去揀一個，好比講一個做曲做詞一個東，一個詞，一個曲按呢。伊基本我彈到的時間，我會用嚟去揀一個曲嘅發揮到伊個，可以達到一個詞，係達到一個詞，就發揮它的那個，讓它更加分。係啊，因為頭頭有見講到講，其實你講也要學種遊戲播也會內嘛吼，但是你基本唔係安尼係通默嘅。你批以後感覺到這個好也內。幾好啊，就是因為我接觸過的東西啊，過新的東西，從幕前到幕後，到搭舞台安尼。搭舞台錄音啊，對啊。你哋發通嘅啲設計啦、執行啦，但是音樂嘅部分哦，你都要學基礎嘅樂理嘛，你講譬如講嘅編曲技巧，有學安尼講。有，一個專修課，另外花錢去學。另外花錢去學。咁所以咪講到，其實有部分人即係可能講唔生疏。好，但是編曲嘅部分其實係唔夠厲害嘅部分。做乜嘅喏？你這個原因咪講，係面對音樂嘅敏感性高係咪？一部分應該係天分，係咪？冇，本來有種東西都歸是天分啊，唔錯啊，係啊，天分，係啊。應該係有我會經常從嗰當然彈音樂，攏會彈人聲。從我vocal嘛，我攏彈樂器嘅部分，我會去彈伊人哋彈乜嘅東西，
因為提那個詞衝的時間，我因為過黑啊，係啊。嗰種糖是分布嗎？很多的啦，嗰度係睇唔出來，嗰度係睇唔出來。係啊。嗰時等於講唔會去注意到也條高的地步，後背的班算是班這個部分，某個時節鋼琴出來，無論伊做冇用安尼嘅曲調，然後同時會加小提琴啊，無論其他東西，會注意到安尼伊的分批係咪？可是問題係講，也係東西，佢以前有發現到這個有安尼嘅形式無？譬如講，我哋以前可能啲我哋可能彈音樂彈嘅時節，唔會特別注意到背後嘅嗰種。班這個部分嘛，會，我就有發現一個事情，係啊，係啊，嗰種我嘛幾好唱歌嘅，啊唔過我攏會去彈伊班這個東西安尼，嗰時伊啲玩聲你幾好吉他嘅聲音咧，佢讀太好以後發現到講，這個佢班這個部分其實有幾多嘅天分，尤其下我喺度節目我哋買幾多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玉良堂嚟分享講音樂喺人生嘅過程地方伊啲角色。啊，再請問下玉良，因為其實即個有成立嘅伊啲音樂工作室嘛，嗬，哦，你乜咁樣啊？係攞木藝音樂工作室。其實做乜我想我幾多美濃去成立工作室咯？其實就像頭前講嘅。我閒些時間去學吉他，尋唔到欣賞，係啊，我就經常說，加上那個美濃，佢想冇人去做一件事情，我又想我閒些時間，慢學吉他欣賞，咁我就來歸去畢業以後就過來，我錄卡開一個工作室安尼，去教學生嘅，係啊，嘛為一個地方就會講多一個。學習才藝的機會啦，對，也會算是回饋美濃一個地方，係啊。我相信其實也蠻係一個色彩的選擇啦，因為就是從音樂界來講嘅話，其實有啲人可能嗰種嘅路係佈局啦，嚇，可能如果佢認識嘅音樂界，如果伊哋嗰種可能如打算嚇，去做流行音樂啦，無論說行業嗰種音樂嘅一些市場嘅地位，但是其實，我哋有時講。我哋算是中下人啦，我即個嘛係學，我哋中下生人嚟。其實有時些，我感覺到講，唔係講我哋能力唔好，只是我講，佢從下個資源、生發啦，佢強鬆啊，強鬆啊，係啊，我還是做自己快樂嘅事情啦，嚇。你冇安排啊？係啊，阿爸爸掙晒點，還是得夾夾啊。係啊，其實很做得啦，因為爸爸上班的時間係早晨條到下晝，我學生嘅攏係下晝條下課嘅時間，然後會來，其實冇樣樣。可是你見下工作室木業，可是木業可能一般啲人會講，我按樣我按嗰種我光芒萬丈啊，攞上我按到木業嗰種感覺咯。第擺我按樣嘅時間，我有去搶一個。算別吧個市場咩？就是去廟裡面請那個廟公啊，剛才算一下，他就算了一個，我冇佢隔夜啊，我就不信這一套，我就回去自己想，我就靜下來，我就想啊，我覺得因為我錄卡幾片有看出去係一個山條安尼，到旗米山安尼，對，旗尾山這樣看過去。這些畫面就會標紅，然後夕陽也是剛好在那個地方落下，就會好個景色，那也就印象，什麼名字可以比較符合這個意境？就像木藝，就是大家夕陽落下來的時間，係啊。咁像你而家成立的音樂工作室嘛，嗬，咁音樂工作室以最主要嘅一啲，你講業務，冇得成立係乜嘅？我主要係搞吉他，還有聽吉他。聽吉他，馬友係烏克麗麗馬友，還有做影像，活動音響，還有錄音啊編曲嘛，還有乜嘢？想一下，
做曲嘛嘿，哎呀，就差不多嘿呀這些類型的。等於如果我們先分一下，有教學，好吉他、彈吉他、烏克麗麗，然後有做床，好我們講乜音樂嘅嗰種發通嘅音樂床嘛，然後同時你自己有做編曲，好做曲，好聽說做是有接觸到做曲，還是講係你自己本地自己嘅作品啊？唔免係自己，係有人委託我，委託嘅可以講，就是以下後詞，就同佢講，做講係寫曲目，然後就討論安尼討論，可以有應用嘅感覺安尼，係啊。咁你貴東人提的，你講你即個有伊啲當初吼簽到搞吉他嘅嘛，嗰時第二講你即個成人咧，係嘛有學位嘅，嗰時貴到美濃去開啲音樂工作室，同時嘛把你的以前簽到吉他欣賞嘅一啲遺憾啦吼，其他本件採啲生意咧可以去學。咁即個教學生嘅地方有幾種講，伊為就像樣嘅啊，伊為學嘅音樂改變了即個人生。有啊，其實一條。學生嘅，其實攏過廣東以內，回來請來學吉他。怎麼呢？因為我冇上岸到，我過來，因為一個地方就冇人教過吉他嘅東西。我算啲幾百，應該係安尼講，係啊。我冇上岸到，我上就係，我過來就開。假使講冇學生嘅，我就去長茶嘅，我就冇上岸到啊，係啊。過來時就其實。我有發一個文，就是來買3期課程，還是送一個吉他，因為提這邊買吉他也會麻煩啊。我就直接用送嘅就好誒。係啊，買嘢課程，係啊，也可以厲害。也都係班滿班上送，還是根本都賠錢啊？只能說薄利多銷。真是的吼，嘿，真是。冇存嘛給錢啊！冇存嘛錢啊！因為等於講3期算人工，嘿，伊話。你把它送一支吉他來講嘅話，其實真係如前3期根本如我哋講，用試用嘅用嗰種試驗嘅一種方法，讓唔自己可以留下來。係啊，好。一條人都留下來，我就歸港通啊。我學生其實年齡層很廣啦，其實我同長輩溝通嘛，攏佢做得因為人攏講下。係啊，就講我就試看下咩。從你家長輩最睇遇到誰啊？有個70兩歲差唔多，係啊。唔過以前我爸爸迎客，係啊。其實我同講，唔好看唔起長輩呢。做乜呀？因為其實吼，更加生意嘅時講，有幾多選擇，我可以學鋼琴啊、打鼓啦，好某個東西。但是吼，從差唔多50人、40歲，我等萬歲。成長嘅過程地方吼，其實吉他係最重要嘅音樂。我哋早期喺某個民歌時代嘅時節，可能有去注意過，吉他係我哋嘅時節、年輕嘅時節最重要嘅一個，應該講唯一啦。我哋冇路靠你有多錢有鋼琴嘅，唯一可以買嘢去吼，然後遊戲可以去練習嘅，真係都吉他。有啲人可能講，年輕嘅時節來唔及學，已經有機會嘅時節。有一個退休的，伊就會安尼。係啊。因為伊都冇請過欣賞以後，伊攏自家去看譜，伊會拉小提琴、烏克麗，攏會哦，就會吉他，伊就一竅不通的感覺，係啊，伊就來請哎。係啊。但像我哋來講啊，反正這個頭先咪有講到過，譬如話其他工作室，有想你這個咪可以去做編曲嘛，吼，咁編曲嘅部分有想過要把客家嘅元素編入去。有，我同做條俾八音團，然後我同一個暑假，係啊，我同尊明還有八音團，我哋其實前2年的時間就辦一個發通嘅歌架了，係，呢時間我哋就提，我先回到更久遠以前，好，有一個戲劇，很多。八音 reunion，其實我嗰時間還認識八音團，我同尊明歸屬啊就比較熟。然後呢，一年就會請比較新生代後生的搞音樂團的去演戲，伊就請到我哋
先請到準備咱請到俺就叫他去演戲，演戲的過程啊，就會想說，那我們因為他劇本裡面有寫到說，把傳統跟現代的音樂融合這件事情，其實講俺就有創作一條歌曲，不過迄個導演以前 Q 嗰種迄 Q 迄詞嗰種 Q 嗰種迄以下的，來聽不用迄個，來聽不用迄個，再過來俺就幹一條歌曲完成，然後在現場表演安尼。6對300人，然後俺們總頭劇場睇面，對。可是那兩人會做小城市上的來嘛？俺們以那一下來的，俺係樂團的成員吶。好，專門係也來啦。可是等於你講，其實些都開始有一啲表演，同時嘛，把喺接觸到幫我哋呢客家嘅元素，比如其他流行音樂對吧？但是問題係客家元素，俺能講節奏同曲風同其他嘅路，冇到相同啦。咁我把伊表現下，唔知家嘅伊啲做法係樣咯。因為我一下其實嗰度樂團啊，伊會加，好比講塔嘅，伊下個曲嘅後背就干塔嘅當做一個主奏的旋律的樂器，可能在 solo 的時候，對，那我的想法係，因為俺能，他們現在是以這首歌然後加可能傳統的元素進去，但我的想法是我們用傳統的，再把傳統東西保留下來，把我們現代的東西加進去。對，一開始其實有個東西幾難啊，幾困難呀。可能就先用吉他先彈，puis然呢曲個安尼。吉他彈的係客家元素的歌曲係咪？係，錯。可能就用彈的，因為你冇彈這種和弦，可能就先用彈，然後看他們的旋律怎麼走。先把和弦寫進去，不過還有一個問題係伊的那個，他嘅那個，彈這種欣賞講，他嘅的調，音可能會有跑一些，所以俺們調音器就要調，標準是440啦，西洋樂器的。對，我們就可能要去找一下，它是43多少還是44多少？因為會差一些，一堂的一共會通啊，對啊，俺就按你進，一直試這樣子，試到先把和弦對起來。嗰等於都講其實，頭先有講到講嘛，你用吉他的和弦吼，聲音去試試的幫我哋呢客家嘅元素，按你用個音樂地方。可是其實我哋從頭我講我幫我哋客家元素加去某個東西地方，其實一過程地方係一個軌道去試驗，重新去練習嘅過程。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闽南玉良堂嘅分享講，以下嘅木業音樂工作室成立嘅過程。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其實而家有啲工作室以後，一方面即個係啲欣賞，同時嘛會去參加比賽嘛，咁一部分有兩個角色會上擔。唔會，表演嘅時間，我就不用先去表演，上主要嘅舞台，搞好長嘅時間，我就專心做一個欣賞，安尼搞，係啊，因為其實像即個去比賽嘅話，要讀到嗰種即個感覺到，幾難忘，無得講感覺到，幾從幾感觸幾沉迷嘅比賽。喺高中嘅時間，有一個台北嘅比賽，佢個種係我第一擺以樂團的方式去比賽，然後佢第一擺我去安尼去台北比賽，我就拿第一名安尼，樂團的第一名，係啊，我就嗰種唔會差，感覺即個嗰種
喊做得啦，喊做得。但你發現是係比講，你這個用樂團的形式表現，對你來講，其實你這個角色的一個比較會更好發揮，還是講擊敗的一個呈現的方式，其實係本評審更看好的咯。我感覺應該係以樂團的方式，去表現我這個，因為我就處理好我自己要彈的部分，對，不會花太多心思去其他的地方。我就跟唐人彈嘛，跟我就吞來彈，就叫我彈，係啊。嗰時等於你講，睇你團隊裡邊做好這個角色一件事情，其實係你這個過生熟嘅。跟這個今日有樂團冇？有相關性的樂團冇？其實也還冇呢，因為我覺得搞樂團啊，就像個交友一樣啊，哎呀，就是很容易有不合，唔合嘅人就會吵死，就會吵死一個科啊，係啊。可以讀到一啲合嘅樂團冇咁簡單啦，冇，真是冇咁簡單。唔係講，他嘅人對方來都幾好。因為每個人買嘅東西冇相同，他嘅曲風嘛冇相同。係啊，而且叫佢前要磨合，佢花幾多時間，我就唔去做一件事情，我就做好我嘅工作是安尼，教學生嘅要比賽去比賽安尼，係啊。係按你這個去控制自家嘅時間，控制自家嘅一個練習嘅一個內容，其實過好處理啦，好過好處理。可是你這個有編曲嘛，好嘛？有接觸到配音嘅委託去做編曲。你係咪同人哋睇下去小解講？你這個係曾經編曲嘅作品好冇？作品好。我剛才講一個，就係我哋高架了嘅時間，我哋做一條曲嘅，都曲下來了，佢係準備寫嘅曲嘅，和填詞伊嘛係伊寫嘅，後來伊就請我來彈編一個吉他嘅部分，同伊討論啊，其實係兩個人曲下寫，係啊，編曲嘅部分啊，要分清楚，對，要分清楚。對，因為詞曲係準備嘛，但是編曲嘅部分係你這個，我哋兩啥曲下做。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詞純曲落去曲會讓人做，咁你這個係用嘅角色去看一條歌嘅，會影響到你專門咧編曲嘅一個曲線，無論講也方向嘛。咁一般來講，唔係用嚟去讀一條歌嘅咯。我會先彈伊講一條曲嘅寫嘅故事係嘛嘅，一定也最重要。因為我彈嘅東西係用嚟會講一些，好比講效果類嘅東西，也就會影響幾條歌曲。冇錯，我記時間我就先彈，準備伊就會先寄一個 demo， 冇就伊到我工作室，伊就彈兼唱。我就去講述伊個一條歌曲的氛圍，對，還有他那首歌的要表達的東西。因為一條曲的最後有一個落山歌，半山腰，對，我哋就將一個山歌元素加到最尾方，一條曲的最尾方，對，就太高的大合唱，應該差不多按呢啦，我就會先彈音樂，然後聽故事，然後再討論說，這段的氛圍要怎麼樣，我再把吉他一段一段錄進去，或是加其他樂器。因為我三重吉他啦，我第一步一定要先用吉他去編曲按呢，係啊，多時間讓看彈一個感覺，也可以試下模按呢，來做調整這樣子。咁總是講準備以這個本題係對音樂一件事情嘛，係有一啲有認識的啦。佢嗰種講像頭頭有嘛講到講，這個係有接觸到委託，好可能有等於寫詞，我很寫曲甚至編曲。咁一部分的話，因為可能對方對音樂一部分冇安熟嘛，好冇可能像準備安尼可能係討論到關於嘅東西。咁按呢時間能用嚟處理啊？第一步一定係先去彈伊創歌的挑題來編。因為好比講伊拿一個詞本來，一定會先寫
第一步一定是曲先編完，先寫和弦嘛。然後我要知道他能唱的音域在哪裡。好，有時候你下鐵過嘛，衝不出來呀，我就先按呢，然後再問他說，他想要的感覺是什麼？就跟頭唄，哎呀，就是他想要的感覺是什麼？那各種以下一種山歌路，然後有可能講啊 K-pop 的風能用 ，K-pop 風就唔會用吉他去編曲嘅啊。係啊，係啊，就是。問題唔即好，唔嘅問題，伊回答不出來哈，一般人。做得。安尼哦。伊一定會拿一條歌曲講，來嗰種做來用嘅，用嘅，好。然後接下來就下和弦嘛，和弦下後誒，因為每一個和弦能製造出的我們講聲響，然後它的氛圍某雄同，我們就會從那個以挑 sample 然後從裡面去尋找他要的那個感覺，然後先彈那個和弦。母語講係也可以講功嘛，再來就會旋律的部分，每一個人的做法某雄同。我會從和弦下手，有的人會從旋律下手，我就從和弦下手嘛，然後我就會重複播放一個和弦，然後讓他去想，我這個和弦裡面我可以怎麼去唱這個旋律，我先不以接音啊，因為他要知道那個 key， 因為有的人抓不到那個音，他的 key 在哪裡，對。先引導他，我教伊唱喎，因為其實有條件唔可以，有條件唔可以。那個丟下你下一步，你講我教唔做，好，因為第一講你都也要可以發在伊的歌帶哈，也先了解嘛。同時你我講教伊了解，佢伊唔聽呢，可能第三步我教你可能教伊唱。啊，佢我就會唱。準備來搞嘢，係啊，哦，咁等於其實按你談風來吼，其實有一啲詞，而下一啲曲，還有編曲嘅部分，真係愛靠呢一種是幾多嘅。係啊，真實咧。係，咁像頭都講嘅，譬如講同我講嘅啲咧，譬如我準備已經寫好嘅詞團曲嘛，嚇，喺度有像五題曲啊，自己做編曲，出啲編曲花幾久時間？幾時間？嗰種一禮拜。差唔多，因為其實佢趕啊，係啊，可是佢趕的時間還是花一禮拜哦。做得啦。唔係，我意思講還是花一個禮拜啦，係咪啊？因為唔可以上啊，唔係講係一下。我覺得這個是靠有一部分是要靠當下的感覺，對，因為我沒有想法的時候，我是用嚟彈都彈唔出來，係啊，用想法嘅時間就過去啊，係啊。咁你自家未來有乜嘅打算？你自家愛比賽繼續參加，還是講你自家會打算愛出版自家作品？我一定會做一個自家嘅歌曲啊，用合法去寫，係啊，這對我對自己的一個目標啊，跟挑戰，因為我真是唔會寫詞啊，係啊。我搶會彈，嗰種歌一條歌用啊，拼一下詞嗎？還是你這個還是會把這個列出一條詞？我會自己寫。就是別人的佢睇目標，好。從頭到尾都我自己去完成啦。詞曲的部分我定這個規劃啦，但是詞的部分能用嚟練習。我真是還沒上過哈，因為還沒會做一件事情，還沒上。不是，你要講的目標還是哪一個要完成呢？我給自己一個2年好了，2年內啦，2年。因為福起來嘛，等一日發。差不多時間不用挨個。係啊，2年係咪？佢等於講2年係我記得聯絡唔講月亮啊，結果寫出來。嗰時我對別人講，唔來挑戰自己寫詞的一個功力，你知道未？係啊，就前身邊幾多會講客嘅咩，我就每年用專門嘅八音團嘅欣賞，只有先欣賞。我就好高興嘅欣賞素貞老師哦，介紹嘅那個客語老師，係啊，就每年咩就先，因為嗰種寫詞有一個係導音哦，就是我哋講話時有條音係向上的，有些向下的，就有差，就是旋律我往上來衝的詞，就會
網上。係啊，等於講人家音樂唔可以違反人家嘅講法嘅音調啦。係，冇去彈起來佢奇怪。怪怪啊，係。嗰啲喺寫詞嘅時節，尤其喺詞曲強一點嘅時節，伊即個會注意嘅。係，你等於講，即個唔可以寫一啲曲係違反嘅講法音調，喺冇定要他個音調唔得唔得錯嘛。還要還會押韻啊。冇錯。對，母語其實押韻過難啦，這事情真的慢慢好，這等於如果考驗人家嘅客家話嘅大嘅要好，係個押韻然後押得出來。節目嘅最尾，甲總講，唔知個有發現到講，年輕人馬上要行一條路，有乜嘅建議冇？唔是講啊，就去做就做嘅啊，係啊，有夢就追啊，不要怕會失敗，我覺得是這樣子。對啊，可是我們是講啦，其實發誓講一做，這個唔做，那點會成功冇？但是最主要講，以這個有一啲想愛去回饋到我哋嘅民農，回饋到我哋嘅社區，回饋我哋客家文化，希望講下一擺可以做一條，唔管係詞曲來講，都係以這個去獨立完成的一條歌嘅。今日感謝我哋玉六六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都聽下啲上來，聽下運通哦。我看福氣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點讚，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